顶礼拜六、礼拜，高雄5月天甲大港开唱，高雄的饭店大房率是超过9成，也毋过民众检举讲有女舍的房间放10个眠床位哦，一人一暝收2700块，实在是真超过。关公局稽查嘛发现讲，这间女舍违法会罚1 15万。大港开唱现场，歌手苗可丽甲毕卡佩集团伫台顶唱舞女，台卡真侪歌迷。高雄顶礼拜是真热闹，小连续有大港开唱5月天的演唱会，真侪旅馆的房间拢客满。毋过所有业者顺势起价，有民众伫网络铺文讲，有青年女舍甲一间房间来分做10张的床位，一个人困一暝，计数就爱2700块。同款来看演唱会，民众表示，安内计数实在离谱。然后刚听到价格是2万7，这件事让我有点很惊讶。但是它又不是房间，它是背包客栈，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让我没办法接受。我们大概是900多块，然后住的是就是比较好一点的饭店。观光局31日前往稽查，这间三明区青年旅舍3间房间的计数分别是2万7、18900甲23600，业者拢总分做单人床咧卖。观光局表示，31天计数超过原本登记房价40%。业者爱罚15万。另外，今年1月到3月，观光局拢总稽查111间的旅馆，有9间来违规。这间青年旅舍是计数起上济。本局稽查后，确认当日房价已超出核备房价40%，将依发展观光条例裁罚15万元。去年 Coldplay 来高雄开演唱会，有4间业者违规起价罚款。观光局表示，接落来这个月高雄阁有真侪演唱会，会随时派人员调查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